延平到 Bacon Pit 尺價3萬嘅山海景大平層究竟係點樣嘅？我哋入去睇下。呢間 lobby 入嚟就有一個長廳，擺咗啲家私嘅，一張飯台，一個回字形嘅梳化區，同我估嘅差唔多啦，都係咁白，好正。然後就閂堂門啦，燙晒佢，有一個好大嘅露台，引景入室。你見到個山喺你面前，有海又喺你面前，城又喺你面前，望出去正到啦。下面一個屋苑啦，呢條路就比較幽靜少少，落去就係石硤尾啦，遠啲就係旺角太子嗰邊。呢間就1700幾尺啦，咁就擺晒啲家私，我覺得正。又有一個吧台啦，飲酒嘅地方。然後我哋影咗廚房先，廚房就原裝嘅，冇乜改到。咁我擺咗啲簡單嘅 decoration 啦，但係台面舊嘅，收率兩足。呢度落鏈正常嘅，抽氣功能就用晒啲名牌嘅家電啦。然後呢邊就工人房、工人廁。都冇乜執㗎，細睡房都幾大。小朋友張床嚟嘅衣櫃，有可以行過嚟呢度，顏色就相當好。反而張床同埋衣櫃之後，我先發覺呢間房咧其實都幾長身嘅。呢度就浴室，呢個就套房幾正啦，3邊6道床，化妝台。海景，白色有窗，個衣櫃細咗少少。呢張就書台，成個3萬，成個海景。主人房嘅衣帽間，再入嚟。就擺咗張傾沙紙嘅床啦，兩邊床頭櫃，一個電視櫃，工作平台，個海景。主人浴室就趟門啦，豪宅嘅5件套，雙星盤，坐廁，淋浴區同埋浸浴區都係有窗嘅。睇完之後，我感覺真係1700尺幾靚。發展商現時就招標賣意向尺價就3萬，個人覺得係貴咗啲。你哋又覺得呢？歡迎留言話知。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